政治大学客语教学母语老师采用了特别的教学方式，以英文的发音教客语，学生们的反应都不错。轻松气氛，幽默对话，这就是彭清新教授教客语的情形。我们甚至骂人的时候都会牵声的，不好意思，我这里不讲，甚至骂人骂到牵声都特别好听，尤其是用国语教客语不稀奇，用英文教客家话才特别。阿弟把英文的英文教，清好教。韓國度同客家東西我頭班冇接觸到嘅，佢從小學嘅課就可以學到啦。我都呢就是 I was born in 苗栗，你 born 嗰就是比如講，你就用綁啊綁出來，I was born，差不多咩？從生活用語到詩詞對話，老實說這一招很有用。我給聽人講。所以基本上客家發言冇爭。以英文教客語，一堂課教2種語言，老師教得很有趣，學生上的也很開心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台北報道。在台灣客家話說得最標準、做過最多客家話研究的，要算是從國中教書退休的涂春景老師。空教。涂春景老师只要一在家，常常就会有人打电话来问他客家话正确的发音要怎样念。趴面講、巴面講唔錯㗎啦啊，抾茶講、叫茶都講唔錯，完全都國語嘅影響來嘅。上到安尼切個東西呢，我都想到要想先從一個搶救嘅客家話嘅語言嘅問題。因為在客家雜誌社擔任過總編輯，而產生對客家話傳承的責任感。卓蘭、東勢、石岡、崙背等地方都有涂春景老師研究足跡。涂春景老師不但發音標準，正音研究徹底，還編列了1200組客家話發音詞彙的比較，並且收集了超過1500首有押韻的客家諺語。班牙詞組天光滿用，依法講。按照如此詞組，每一點都天光滿用，要形容社會嘅講做事冇乜嘅效率，冇效率嘅人啊。埋首在電腦前用一指神功編寫客家論文，是涂春景老師生活的全部。他還收藏了全台各地的客家大戲錄影帶，要進行研究，為客家文化的傳承再多留一些寶貴的資產。從他的身上，我們看到的是客家文史工作者那份簡樸、勤奮與用心。民視新聞蔡秀媛、徐新全台北報道。傳統的客家三合院保存了許多客家文化與精神，三合院內的廳院及擺設也有相當的學問。新竹一家古蹟三合院院內可以看到客家文化的內涵，院外還可以烤番薯，享受田園風光。走進這間擁有130多年歷史的古蹟，映入眼簾的是客家傳統建築三合院。這裡的每一磚每一木都是取自北埔特有的石頭和樟樹，而屋內的擺設和其他客家莊有很大的不同。呢個湯下擺嘅是以呢個阿公婆為主，呢底下有分呢個北湯到南湯，呢北湯是擺呢個所謂的新民，一般呢客家擺嘅觀音用好多。所以呢南湯是客呢所謂湯下的部分。戶外滿地的花草和田裡的牛羊總是吸引路人的目光，許多遊客來到這裡都會情不自禁地在田裡烤起番薯來。還蠻新鮮的，蠻刺激的。有空不妨來到這兒看看歷史古蹟，順便動手烤番薯，你會和他們一樣玩得這麼開心。民視新聞何乃強、陳小青新竹報道。